哎，我三哥一看你掉到水里，就奋不顾身的救你，还不谢谢我三哥的救命之恩呢。我凭什么谢他呀？明明是他坑我，好不好？非让我展示才艺什么的，哼！自己笨得像只猪，还赖在我身上。我招你惹你了？天天欺负我，今天还害得我差点没命。还说我笨，我是笨，我最笨的就是明明逃走了，可我却又回来了。我最笨的就是找不着回家的路。谢言齐，你要真这么讨厌我，一刀杀了我得了，一了百了。你们小两口先聊，我改日再来啊。我先走了。你说谁小两口？你误会了。谢言齐，你就给句痛快话，你到底怎么样才肯放过我？快把衣服换上，病了可没人管你。你说你也是，怎么能这么不分轻重？万一真的闹出人命来怎么办？我也没想到，表哥他会那么着急的去救那个尹晴柔啊。即使是你表哥没事，可万一那个尹清柔有个三长两短，老三还不埋怨我一辈子吗？姑姑，你说过要帮我的。我是打算让那个尹清柔知难而退，可我不是要她的命啊！下回绝对不允许再这么胡闹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。灵齐王到。表哥，儿臣参见母后，清柔已无大碍。啊，那就好。你快去喝些汤药吧，万一病了怎么办？小秋子，不用了。儿臣来是有话要说。尹晴柔是我未过门的王妃，就是我谢言齐的人。当今世上，只有我一人可以让她受委屈。母后，今日就请您给儿臣做个见证。从今以后，无论是谁，若是与晴柔为敌，就是与我谢言齐为敌。我的话说完了，儿臣告退。表哥，你看你这下怎么办？胡闹！这个谢言齐真奇怪，对人忽冷忽热的。你说他要对我好吧，那不应该送我到这个破地方来活受罪啊。你说他对我不好吧，那干嘛还跳下水救我，还给我送衣服、送补品什么的？古代人的思维真奇怪，烦死了，烦死了。完了，我难道要感冒？这可是在古代啊，万一得个肺炎什么的，那可是不治之症了。既然没人可怜我，那我必须得对自己好一点。要不先洗个热水澡？哎，不行，没有木炭啊，这怎么办啊？皇后娘娘，跟她借的，她肯定不在乎。原来邱老头得了风湿啊！今天降温，这阵儿肯定是犯病了。难
怪上次见他走路一瘸一拐的，活该，谁让你老欺负。不行，尹晴柔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要是就这么走了，那不就和邱老头一样了吗？邱老头，算你走运了。谁让你进来的啊？出去！你的小手板又痒痒了是吧？哎呦！等你腿好了，你再收拾我也不迟。哎，你，哎呦，风湿什么的最头疼了，恨不得疼起来两条腿都不要了。你这算干什么？看我的笑话是吧？我才没那么无聊呢。哎呦！等着。哎呦！怎么样，舒服多了吧？感觉是舒服了点儿。哎，邱老头，你呀，以后一定注意你的房间要多通风，饮食啊一定要清淡。哦，洗漱要用温水，记得睡前要泡脚，要将双足浸入含有中药配方的汤药中，这样啊不仅有助于血液通畅，还可以消肿痛、祛风湿呢。你说你这小小的年纪，怎么懂得这些呀？啊？在我老家呢，我父母也有风湿，照顾的久了，自然就懂了。